主后2025年10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大圣灵教的福音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加太书第3章6节到第4章11节。圣经安尼讲：亚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就甲伊算作义。所以恁着知，信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圣经事先就知，上帝为互外邦人对信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，所以有将这个好消息先传互亚伯拉罕，讲：地上万民会因为你得到祝福。安尼一切信的人嘛会甲有信的亚伯拉罕做伙受祝福。遐个靠守律法的人，拢活伫咒诅的下面，因为圣经讲，无遵守记载伫律法的册里所有规定的人，拢着受上帝咒诅。安尼，无人会当靠守律法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因为圣经有讲，义人会对信来活。毋过，律法毋是用信做根据。圣经讲，守律法的人靠律法来活。基督已经为着咱受咒诅，来救赎咱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圣经记载讲，所有吊伫叉顶的人，拢着受咒诅。基督安尼做，是要将上帝互亚伯拉罕的祝福，通过基督耶稣赐互外邦人，嘛要互咱对信来领受上帝所应允的圣神。兄弟姊妹，我用一个日常生活的代志做例来说明，人所立的契约一旦成立，就袂用得加添也是废除。上帝有对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应允，圣经并毋是讲子子孙孙指真侪人，是讲你的子孙指一个就是基督。我的意思是安尼，上帝有甲亚伯拉罕立约，佮答应要守约，430年后才出现的律法，袂当废除这个约，互上帝的应允失效。因为承接上帝赐的产业，若是根据律法，就无搁靠应允。毋过上帝是照伊的应允施允互亚伯拉罕。安尼律法有啥路用？律法是为着要互人知什么是罪过，通过天使对一个中间人来制定的。功效到所应允迄位子孙来临的时就结束。毋过，单方一边做的代志就无需要中间人。上帝是单方一个做这项代志。安尼，律法甲上帝应允有啥抵触无？绝对无，因为律法颁布的目的，若是要互人得到活命。人就会当靠律法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毋过圣经断定，全世界拢伫罪恶管辖的下面，通互上帝将应允通过信耶稣基督赐互信的人。毋过信的时代来临以前，咱互律法管制，受监视直到特别来信的时代显现的时。安尼，伫基督来临以前，律法做咱的监护人，通互咱对信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现在信的时代已经来临，律法就无搁做咱的监护人。恁大家对信甲基督耶稣结连成做上帝的子儿。恁所有领受洗礼甲基督结连的人，已经称基督有伊的活命。安尼，无分犹太人，也是外邦人，奴隶也是自由的，查甫人也是查某人，
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拢成做一体。恁既然属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上帝应允的继承人。现代台语版圣经加拉太书第4章。我阁讲，继承人虽然是全部财产的所有者，伊伫未成年的时，甲奴隶无啥物差别。一直到老爸所定的日子，就受监护人甲管家的监督。咱嘛亲像安尼，伫灵性未成年的时，受宇宙间的神灵支配做奴隶。毋过时期到，上帝找家己的囝，予伊对负责人来出世，活伫律法下。为着要救赎活伫律法下的人，通互上帝甲咱收起来做囝儿。因为恁是上帝的囝儿，伊有找伊的囝的神入恁的心，互恁叫阿爸爸。安尼，你无搁做奴隶，是囝儿。既然是囝儿，上帝就互你做继承人。以前恁毋捌上帝的时，做遐本质毋是真神的生命的奴隶，受因支配。毋过现在恁已经捌上帝，也是讲互上帝捌，是安怎恁搁倒去找遐无力搁无路用的神灵做因的奴隶？恁守特别的日月甲年仔节啊！我惊了，我为着恁所做，拢是白白做。大圣灵教的福音，亚伯拉罕因信受上帝称义，所以保罗讲，有信的人就是伊的真正子孙。圣经事先就知，上帝会互外邦人对信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所以有将这个好消息先传互亚伯拉罕讲，地上万民会因为你得到祝福。保罗用亚伯拉罕的称义做典范，指出外邦人因信领受圣神，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应允临到因。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，拄好是互所有的人承临到的福音。律法主义者以为人通无靠上帝，只靠行律法来换取称义。若是保罗讲，人袂当靠行为称义。保罗引用申命记27章26节，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劝告，来支持人无法度靠律法称义之论点。那呢，着靠什么呢？信实的上帝透过耶稣被钉伫原本被看作受咒诅的十字架顶面，了对死搁活，救赎人脱离律法的咒诅，互人踮基督里得到活命。接续，保罗用譬如传授律法的功用甲护卫的身份。当当时，一个囡仔若还未成年，父母会托监护人照顾甲督导。保罗讲，律法就亲像监护人，指引人归向基督。毋过时期到，上帝找家己的囝，互伊对负责人来出世，活伫律法下，为着要救赎活伫律法下的人，通互上帝甲咱收起来做囝儿。无论谁受洗归入基督，就互基督成做家己上重要的身份，披挂圣神的标记。安尼，你无搁做奴隶，是囝儿。既然是囝儿，上帝就互你做继承人。无论是犹太人，还是外邦人，因着信，
无需要搁再受律法的支配，是真做互的，当做上帝的儿女。学过法术的黄灵杰，捌是东港东龙宫的法师。有一日，伊伫街仔听见宣教师施大必牧师传讲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内心受吸引。倒落时有一个声音爱伊军队上帝，若是有另外一个声音爱伊转去东龙宫，伊心内充满挣扎，最后决心听从迄个军队上帝的呼召。黄灵杰信主以前，常常严厉对待因某。信主以后，因某发现伊改变真济，搁较互因某好奇的是，伊常常伫读一本小册《马太福音》。某一个暗暝，伊等丈夫困去以后，偷偷起来并读迄本小册，直到发现丈夫徛踮伊后面，两个人袂禁得揽咧口，互相请求原谅。对安尼，上帝权能临到即个家庭。后来，黄灵杰献身传福音，伊的大囝黄书明、大孙黄宗辉也拢成做牧师，为台湾甚至普世教会带来深远的影响。大圣灵教的福音，就亲像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允，听候时机成熟，就会实现。亚伯拉罕信上帝应允，因而蒙福。一切信的人也要甲伊同齐蒙福。这大圣灵教的福音，拄拄是上帝大能的彰显。默想，回顾家己的信仰历程，福音安怎改变我？回顾家己的信仰历程，福音安怎改变我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伫我迷失的时，带我转来你的怀中，搁找牵我去成就你要带予这世界的福音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